神經紊亂，身軀太重，渾然是痛，方寸大亂得失控。留止痛退燒藥備用，漸明白到是藥並沒有幫助。剛好教我一課，大概叫因果，懺過悔過，都愛莫能助。清洗傷口，貴客治理14天，暫時全活過，隨時仍能夠修補愛傷，放棄懦弱，能獨立亦能外向，隨時仍能夠堅守信仰，清晰思想，能自立亦會自強，難捱時仍會懂得勉強，放棄是弱，我怎麼可有價？急在未知，我這麼輕相似半月能辦妥，我會活過。難得我這身軀覺痛，就尋着痛，心理有助於止痛。如雙腳到底亦乏力，未能受控，翻身挺腰即可再衝。毀過了一旦，無下放輕鬆，世界會轉，可會暫停鬧哄？我哪會夠膽放鬆，緩緩服用，隨時仍能夠修補愛傷，放棄懦弱，能獨立亦能外向，隨時仍能夠堅守信仰，清晰思想，能自立亦會自強，難捱時仍會懂得勉強，放棄是弱，我怎麼可有價？急在未知，我這麼輕相似半月能辦妥，我會活過麼？當試煉也好，有處是我麼？未被發現，摔倒也無不妥。隨時仍能夠充當悍將，賣力上場，能自立亦會受傷。原地放下理想，不怕受傷。半月能辦妥，我會活過。一張天血對症下藥，作戰也是張大將。半月能辦妥，我會活過。